嘅各位聽眾，我在歡迎人到對嚟邊咧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哋講嘅話題呢是電車，係咪 ？Off air。哎呀 shit，未見佢 YouTube。繼續拍，繼續拍，繼續拍啊！啊，真係大嘅。Because 你未看到啊？哦，因為一個 on， 我冇得注意到一個 live。哦，原來是安尼款呢。對，邊啊 YouTube 嘅話聽講，歡迎到對嚟邊咧學見嘅節目。我人咧，但係我自己未見開咧，很屌，所以我冇看到咯。我就拿來，แล้วเขาตะปีลาไล你冇聽過喲？唔捌聽過。ลาไล你冇聽過呀？ลาไล定是有啊，有這來來有啊，有這個來有啊，ลาไล喎，ลาไล定是尿尿哇？ลาไล就是講只耳朵。有啊，咁啊。安怎應該點未來過？安怎應該點未來過？bạn gì có cho bằng sái à jangan lagi si pamit tongki ah tongki orang kong電車電車是成個講唔是坐bus啦，咱會做成個有 MRT、LRT 可能係 transit 啊，你唔記。OK。แล้วตอนกี้特別我俾個背報告嗰陣時，攏特別注意聽，成定一個話講個，我諗個即係係幾線路嘅 partnership 啊，甲邊咧學見，所以我諗會學 free 嘅 ticket 去看伊嘅戲啊。攏特別注意聽收聽，邊咧學見過幾個禮拜嘅時候，我哋再 announce 我哋嘅 competition giveaway， 後人再講按怎摕到，同埋你到底吉隆坡冇有，邊咧冇有？有咩？嚇，然後你再繼續去哦，係幾線路？我知，這個我知。嚇，你查伊個月4號要start。做啊嘛，帶出去啊嘛，5月4號，แล้ว4月尾嘅時候，伊人有一個 special 嘅 gala 到啲吉隆坡嘅到啲邊咧，其實 premiere 啦，頭一擺幫人看啦，咧伊明星啊，伊嘅 director 人個人會來，所以邊咧學見咧有學5 band 啦，5隊嘅單5隊單吉隆坡5隊，邊咧5隊可能行去看，笑哦。哎呀，應該唔是我啦。嚇？係咪嘅？無論教我去看啦。做咩事咧？呢度？free 多無論教我去看啦。做咩事？你講卡超快嚟講咪是會咯，有可能。啊，我卡超無快啦，要出嘅時我唔知第時。安怎唔知你聽邊啲學嘅咪知咯？邊啲學嘅好誒，唔是我唔是。我定諗聽誒。啊，你會啦，有可能嘅彈啊。哦 ，OK。嚇，你注意聽。OK。你若是說就出先嘅時啊，但係去聽你都有可能機會就彈下慣了。尤其當金啊，你知啊，你成聽到啊嘛，當金你實燈啊嘛。哦，剛剛你啲數有佢哋冇做條。剛剛啲數有吧？還沒過啊。還沒過。冇。我剛剛你啲數還沒過到我 offer 啦。對，特別這較贏啊，這隻贏啊。你去邊啲學嘅 website 咧，係特步誒 tag 嘅 hashtag， 你對彈咧。哦 ，OK。แล้ว我對看第塊講愛人啊，你講講到愛到落位咯，或者我看幾禮拜時我同你講 detail， 係再彈。แล้ว真正有機會，若是講是聽邊啲學嘅，想聽邊啲學嘅人，真正有機會彈嘅。你就是如果唔是成日參一個成個貴嚟馬來亞人比嘛，就能邊啲學嘅人先聽到嘛。แล้ว我當時學邊啲學嘅人聽仲聽彈嘅，所以特別注意收聽。當佢話不多要等隻 pork chop， 好似可能看上時啊，人特別攏時我食佢 pork chop 個 apple。我只先呢，我等咯，只物件誒。我不錯有喎，等隻點貴啊嘛。我只個難 OK， 當然咧講電車。你冇介紹人佢咗？哦 ，sorry， 介紹。人講假久啊咗。我特別改變咧，
當時出來都等佢啊，同佢講。潮地大聲，潮地大聲，福建麵， Hello， 你好。你教出來啊？你好，教出來啊？我唔會教， OK，四字換聲，別人換是你換。我自己換。要四字問講就這個，你有一個老椒豆嘅歡迎，有一個大家好，大家好，豆有一個後碟啲亂，後碟變咗毛毛菇去，啊，拍攝啊，毛毛雕，毛毛雕，哇，毛毛雕係先嘅 headset 咯嚇。แล้ว紅邊，個紅邊嗰陣叮當嗰陣驚，特別我聽到幫西幫就冇聽到。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วันนี้อาหาร Hi，大家好。แล้วแต่ว่า頭頂是困一股車咧，正線咧。對我本身係啊，冇我本身我是愛講一個電視嚟咋，然後就咧，佢哋南西又叫成講幾個數嘛，我咪就直講，คุณได้บินเชิงเวตันลงแต่เทียรังกองลงค่ะแล้วคำห้วยกูเอามาสู่กูเทียรังกองกูก็สูว่ากุลีกันวะแล้วก็อุ่นนะสิ講ก็就是雜貨鋪歡迎雜貨鋪都是雜貨鋪你唔是雜貨鋪啊我唔知啊。有咩啊未記啊 sorry 維亞玲唔知我唔係呢個係無線嘢啦安尼水阿 John 你無笑咩啦？阿 John，你是咪無笑咩？阿 John，你未知呢邊啊嘛？即係一零，但維亞玲嚟嘛？我近日看你呢邊嘅時候，我看你拎過嚟轉咯。個換阿 John 啦，阿 John。當冇先啊，當冇先。那就呢係歌換嘅啫。梗係冇事。意思誒，今日得幾嘢名？講水雜寶係咪？講水雜寶嘅。Oh my 我 god！講咗隻多逼其他呀。我知啦咁個冇事啊，都參埋都。你講時，你做plastic surgery 嘅時，你講我講。冇啦，家下冇嘢啦，隔地我嘢。未見到。我好多落底呢。感謝，唔係叫我攞餅落帶我條嚟。有個有轉過但係你每住 event 住咧，就是都係。就是我嚟啊。呢我參亂雜貨鋪福建麵加小雜貨加維亞玲。แล้ว維亞玲我不都佢รู้唔係，未怪啊？你講。你特別靚哦。冇啊，到新加坡。未怪。我都係南西，我間南西出嚟過。哦，特別加南波是新加坡嘅事。到檳城啊，到檳城。先知啊你。你嗰邊嘅人我講。去念招。對，我諗去念招。阿涵冇肯去啊，阿涵。阿涵冇肯去。tapi冇影啦。冇去檳城啊。anything related to 招咧，阿涵就愛出現嘅。我阿涵就是冇consider到嘅，啱冇？照貴咪是。一三就國家啦，應該做很多人嘅。แล้วก็ลิมกาลูแช่ก็ตอนแรกเห็น你走去啊，ภูกิโลกุน走。我搞錯了，我係對了。係咪對？我記得都上成家講。好，OK，你拜拜。拜。日啊，我人 KL 嘅邊啲福建嘅電腦下，呢個薄膜白啊，伊就互我沙錘下，沙錘是規個 glass 嘅酒哦，叫我對哦。哇！了，對你嗎？你講啊嚟，你我OK，讀，哎呀，慘了。誒，咁燒掉啦，講就係念招嘅啦，應該韓國就係念招嘅講。使啦，我寫下先。咯，講念招係特別啊，真係真係照顧。想做阿涵。我頭早本念招招咯，我頭早 before 再亂線佢，我冇朋友嚟咧，本真念招嗰陣。OK，我寫起嚟。我邊會再頭前多啲。照貴 OK。啊，佢招嘅多逼啊嚟啊！照貴你唔是講貴咩？定到？
有咩？啉酒有咩？會唔 OK， 我寫起來。我人講啉醉了會安怎做？嗱，講佢冇咩？冇啊，我唔係啦。講酒，我人講啉醉。有啊，老食一句咯，嗱男婿除啉酒啦，所發是唔不啉到啉加醉咯。是咯，冇。因為我 control 都無人，我是講你啊對人，特別我是看到人。是啦，所發是真嘅事，所發是真嘅是 secure 咯。你對佢。啊，對住啊，咁了愛花車啊。所發是 secure 真係 secure。伊是翕小影嚟，伊笑起來啲 video 啦，翕小影翕起來係伊 blackmail 我嘛，這是。OK， 嚟。別啩，男婿應該是阿好嘅啦。係啦，我家姐點樣啲車響啲車困嘅啦。maybe。誒，就是講啉酒嘅時候，你有成個電車真濟，你嘛免換車咯，較安全。我講 Uber 可以啊，學 Uber 可能對免插。我邊會咯 ？But 那Malaysia 唔是24 hour 喎。哦。所以我俾梅朗話24 hour 咩？我 Uber 是咯，第一後背。我細漢個大漢吼，我無咪 depend on 即個電車係咪？我其實 maybe travel 時間用到啦。所以有人講話人就是特日有常常用坐迄個電車，還是火車、MRT、LRT 嘅物件講下。哇！你是講阿漢啊？阿漢你到咯？我到 Melbourne。我有時車，就是巴車，就是火車。火車嚟嘛，Melbourne 就無MRT 嘅，無 LRT 嘅啦，有火車嚟。火車。有火車嚟。有時講 public transport 咩？有，梗係唔使講。冇啦，唔是 public transport 啦 ，LRT 嘛，唔是。LRT 唔是 public transport，是咁樣啦，是你唔是 bus 就對啦，I mean light trail，light rail station light rail trail 嘛 ，train 啊。light rail or light rail train。any subway 嘅時候，係咪使？電啊是。我 Melbourne 我是坐火車咯，特別我當然徛喺 uni 內邊嘛，了我就愛去火車站就愛坐巴士。哦，坐巴士個去火車站，你火車是安怎嘅火車？你火車是電嘅還是？電嘅人較濟是嗬。你火車是安怎嘅 commuter train 啊？上個我人係 KTM 啊，上個 commuter train 嘅。OK。特別係特多。你就坐巴士了解去到伊個電車站、火車站。媽媽姑來了。媽媽姑來啊 ！Good morning。媽媽姑車。嗱講。Hello， 媽媽姑。Melbourne 啊，你坐電車你經驗上咗一次啊？你嘅車真長、真清氣、真水，特別下。你嘅火車第一趣味，什麼水？你嘅火車有三個站嘅，一個中央，一個頭頂，一個下底。了下伊嘅車誒，迄個 seat 啊，會換伊 direction 嘅，會換坐去後尾，坐去頭前。成個都係 ferry 嚟啦。成個 ferry 樓頂。你唔知啊？你？我知，我看我坐過嘛。ferry 嘅帥。了 Sydney 嘅火車較快。較快啊，是較快。較快。哦 ，OK。Melbourne 嘅火車較快，特別咧 Sydney 嘅火車真貴。哦，Sydney 嘅貴啊。貴。哦，貴。你坐火車是到落去坐個去到落。我若是你是你坐火車咧，是澳洲中嘅厝去較多咯嘛，會使火車嘛會到嘅地方咯。伊人 Sydney NSW 迄邊啊，伊人嘅火車 network 較大嘅過我人 Melbourne 嘅 network。NSW 是 New South Wales 啊。New South Wales。對，意思是通過 Australia 嘅火車。無通。
无通。得路通得路。有啦，伊有 national line 嘅啦，但比迄個 metro line 是無通嘅。因為 Sydney 嘅火車嘅路較快過 Melbourne 嘅火車嘅路。我係無相嘅，track 無相了。แล้วลูกติงต้าสิตอกกำลัง播สิ有坐電車啊？我坐 commuter，我嗰啲登啲 Citibank， 啲華都。是多？City 都啊？City 都啊。咁邊個人嘅 commuter train 個到底澳洲嘅火車電車有咩無相？較清氣咯，澳洲啦，較快淡薄咯，較準時咯。咁咪蘇魯拉沙咁咪蘇馬來西亞冇得清氣嘅。應該掉入潮未講？馬來西亞係咪？係啦，但係啲馬來西亞清氣嘅。แล้ว我後面咪叫做正義嘅，你講下聽話。先你咪講咯，我咪用掉嘅先。頭先嗰時你正經嚇，正經就是正氣啦，八項對是正氣了咯。一打我對戲啊，一打我對戲是我來實情就已經 improve 咗濟喎。如果來沙會講，Lucky 係咪正經？但係澳洲話無講大大嚟正已經是正氣你都知哦。有啦，咁就是有一百你嚟比較落嚟㗎啦。是啊是啊。我呢台勁㗎啦，勁啊！啊，了是你嘅火車有台了誒。哦。唔知做咩事。maybe 較長嘅，較遠咯。有可能啊。了Sydney 嘅火車，伊若是你坐啲 Sydney，伊會使去 Newcastle，which is like 2點半鐘 away from。吉北係嚇，吉北頂。Last time 是，咱馬來西亞唔是有一個新嘅咧電嘅火車啦咩？一個 commuter from 吉隆坡去到檳城嘅。新嘅 ETS。我頭呢，我本來我是冇去蘭卡威嚟講，我想要坐迄個車去吉隆坡嘅。當然我去蘭卡威也冇啊。然後，所以未歹喎，車。個先，特別我頂我只驚坐 any sort of 電車嗬，我就驚只人嘅時只臭味。係咩？特別我哋講，你講是係咪嚟咯？我同你講啦，我到啲 Korea 啦是冇臭味嘅咋。有啦，有當時阿姊媽嘅咧，咪臭糊啊，咩事臭味咯。有咩物件？有雲山買物件，買菜金子啊，就是。你無講啊，你哋就係啦，咱講臭味講冷成故嚟咗。我喺韓國咧，我土會講，咱拜時阿妹，拜時阿妹有人啉酒嚇，你會就係講啊，話跳啉酒要數分嘅比賽，除咗這兩項物件以外咧，韓國是冇臭味嘅咯。哎呀，我冇講 A 啊！都我想你較冷嘅所在，你較無味到安尼味，伊味是有嘅，特別較冷嘅所在是特別是天時較冷嘅時，你較袂味到。因為咱住佇英國嘅時啊，冷天嘅時，我坐巴坐火車，我較袂味到人。了熱天嘅時，哎呦，臭味個半死，伊人嘅身軀嘅味，了無正益嘅事。阿媽特別韓國人唔知咯，因為韓國人唔有愛情氣嘅，就都在飲特特人。哦，伊人較啊，所以較濟。有啲 office 面吹氣。哦哈，特別啊，就面入去啦，就面氣嘅，就面吹氣嘅啫。所以你看到啦，幫波對，即係波對嚟啦，你 lunch 對嚟咧，你看到你係當數啲邊有係係面吹氣嘅啫。哈，特別我想啲亞洲嘅臭味。啲亞洲嘅臭味無像甲啲像甲大啲英國啊、美國Europe 嗰邊嘅臭味，即嗰邊嘅是較就是身軀嘅味，啲亞洲是八項嘢就臭味，煮食物件啦、三巴啦，下你款啲物件。身軀嘛有
英國中，我去較無咧坐，較無咧坐。有啊，我去新加坡、吉隆坡要坐車門。你若是講話甲我係罵，伊是講是吉靈啊。誒，特別無吉靈媽，吉靈阿邊個節目微博是啊。新加坡嘛是上本，我人食飽轉來哦，我本有邊喙齒本了哦。啊。你韓國人邊喙齒是咪？韓國人會負責炒是嗎？有酸辣加這酸頭，你唔是無好嘅咩？嚇，無好嘅咩？你酸頭即酸頭嘛？人馬來西亞嘅人袂使講別人嘅所在嘅物件食嘅物件臭味，你知無？人嘅馬來西亞人食第一隻臭味嘅物件，老實講啊，臭豆腐啊！誒，等陣說出來。臭豆腐唔是人嘅物件咯，特別人嘅咖喱啦、辣是辣媽啦，依邊就落糖嗰咋。啊，說到對嚟講，當然係。白人食啦，物件是邊就加糖嘅。個榴蓮咧，人個食不辣醬，人個食鹹。人無關係啊，味道不辣醬加鹹糊啊，成個臭物件臭嘅味。不能解味，不能解味，臭死，成死咧物件先有出。所以說，馬來西亞人會食韓國食唔是有可能是這個。人食假食，人較關係啊。人邊個話臭喎？韓國人食到不辣醬就食嘅啊。Hello，韓國人我當時我廿榴蓮嘅咧，我嘅榴蓮嘅咧個 B 咧就係榴蓮個 B 啊。我學喺 professor 念咧，我嘅 PR 啦。我曾我係 professor 咧，我 professor 是我問你 professor 嘛，是 professor 呢是啲會個調會嘅，另外一個 professor 是就美國話嘅 plastic surgeon 嚟，然後我學啲調會人咧，調會咧 professor 咧要世界嘅 clinic 嘛，即係要十到12嘅 clinic 啊，大叫依大叫 clinic 黏啲串啊，唔加啫，都未黏，哈哈哈，就當冇關係啦，呢誒，我問啦，咱們小女仔咱榴蓮檔嘅時候，嗬，六個人呢對起時，然後坐要坐電車，是有人想買榴蓮，然後行啲咧電車入面有。未行去，你袂使行去，你袂使行去。看了這邊嘅public 嘅位，你會看到伊嘅sign了，伊係榴蓮咧，係一個紅嘅粉掛去，嚇！你袂使行去誒，你看阿 John 啊，我去東海見時，我特擺水車誒嘛，伊個水車嘅公司本講你聽頭聲嘅啊，你袂使行，你袂使行榴蓮那邊誒。哦，伊人那是比較伊榴蓮那邊，伊人個嘅拖路路嘅。哦，我可能捌看迄個 sign 是到啲 hotel 咧。無啊，新加坡本有放誒。我若是買榴蓮啊，我都要叫伊個物資啊，掛伊開互我，check 伊開互我，下啲那邊 polystyrene，下啲那邊抓落了，下啲外邊呢個車啊，加伊個玻璃機，伊個抓落啊，啲外邊啊，แล้ว我都要洗啊，嚇，แล้ว我都要看伊個 motorcycle 無來超啊。我人用無，咱看到英國中華車，後尾個口一壓掉掉就是榴蓮了，然後後尾佢刷。無啦，我無使個做回啦，我使去伊換回了，去食伊換回好平嘅。OK，講到啲電車，而家唔是講就係阿你頭啲有現掉隻咩？嗰隻俾榴蓮咧頭啲現掉隻。我食嘅微波。伊是干那賣桂子呢？哦，桂子微炭仔落誒。你不記錄你聲到底hang out 嘅時，但冇轉喎。後面數了硬講啊，到邊嘅。係啊，就是咯。I think h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啊，特別。我你韓國冇啊？你看一個點食個話就完啦。成個話咧，可能會看一個都合併嘅。我未看一邊啦。OK，嚟講韓國，我要在韓國嘅電車，我 impression 呢是韓國就是只前期，咧真正夠過伊嘅 maintain。你來過咩？冇啦，我 impression 啦，我是講我確定我講日本嘅。
哦哈，日本上我日本老捌去啦，日本我唔認識啦，3,000去。我講日本，日本無通講啊，日本全世界第一城市嘅。賤者賤嘅講。你韓國講下啦，攞啦韓國嚟講下。韓國只大啦，我是會講首爾咯，都是 capital city 啦。啊。真係 city 都有家己嘅電車啊，幾大條船。我去過氣裝係邊邊路？他們氣裝一條 line 咁樣錯，一條呢我係記。兩條 line。兩條啊，釜山不是有幾多條？等，你是等啊是錯？一直搖嘅啦，老實講一直搖嘅。係咯，酷都可以動掉。都有20條㗎，我20條是真。send 咩？ picture 櫃係你 send 咩啊？你 share screen 車嘅 picture。你想嘅轉了，你嘅轉。都是全世界第電車最方便嘅 ，one of the 最方便嘅 city 嚟嘛。哦，再解釋下。你有20條 line，20條 line，有600幾個站㗎。哦。哦，會啲鎖呢？咁啊，都鎖600幾。多出來幾點哦？是摸嘅，所以等頭走嚟韓國唔捌坐過電車，人看咧頭現嘅。依是到啲above land ground 是 underground。嗰度是 underground 嘅。啊，所以 above land 係真少。應該啲所長有一條江嘛，真係大嘅江。所以 under 一江嘅呀。真濟跳去過江嘅嘛，過江嘅咧有真濟咧是按照講。是過橋嘅，所以佢哋特別起來咧佢就落到隊。成個 Brooklyn 呢？起來佢就落到隊。แล้ว你在講韓國伊個即個電車歷史咯，古幾時起 start 起，然後因為是要起呢坐了個 underground，伊特別正早就已經 develop 伊 system 啊。對啊，應該早70年代度咧。所以當然咱只 call 就是等我看下啊，應該是唔知我啱未出事之前應該是有咧，因為我朋友細漢誒就唔知我朋友細漢，我朋友啱未出事。你多少兵一過來？我看到你 image 多少兵嘅嘛？哎呀，俾 reorient，唔知係咪是按照你 camera 多少兵嘅嚇？你 computer 嘅 camera？我 reorient 嘛，唔知。不，你 computer 嘅 camera。我 computer computer screen 點樣就係terbalik I think 你 setting 嘅 set 你 flip 你 image 係咯，OK possibility 咯。我唔知哦，我比較 setting。係咪請我係咪我嗰個韓國朋友？你請佢做 ID 啦，了你請佢做 ID 咧，伊要甲你 Q 辛苦，你愛 Q 咩名啊？我愛減肥。愛潮油啦，潮油要行起得落嚟。是啦。潮油啲爸爸呢是點定啊？我應該是有夠啦，應該是a year plus and supply 應該有夠啦。這是咩名嘅 ？a year plus。這是阿蕉嘅好啊，這是咩電車嚇？等我看下。呢啲是韓國嘅咯。Osaki 這是咩？真嘅。次は五反田。お出口は右側です。東急池上線、都営地下鉄、浅草線はお乗り換えです。五反田。The doors on the right side will open. Please change your for the Tokyu Ikegami Line and the Asakusa Subway Line. 次は目黒。お出口は右側です。東急目黒線地下鉄南部線都営地下鉄三田線はお乗り換えです。應該係拖字嘅眼光字啊！唔使講玫瑰啦，佢直講嘅。哦，玫瑰好難看。玫瑰。呀，tapi yang mesti kena auto ini lah. Nanti Hanko yang balik mesti kena auto eh. I cia nya dia macam mana? Ele conductor mana? Ele conductor jangan講話。咪講話，亂講話。你kena recorded ni. I recorded dia lagi lah. Lu di車程啦，lu di車程因為講講I電車當然接到來啦。지금 열차가 들어오고 있습니다. 이講一個話，特別支持電車啦，佢拗，伊 conductor 搬會講話，
伊直接甲你讲，袂被冚啦，甲你注意咪咪硬着咪話咪揸住兩路車支持啊，咁啦，大家小心咁先啊。要這 recorded 嘅，是冇正線嘅啦，講緊是冇正線嘅。哦，一下你寫先生，你講得啲冇呢好誒。大家注意，啲人當然啊，唔會被冚咧，咁啦注意自己嘅健康咁是冇正線嘅。我成日講嗱，是講頭另外有正車要過來啊，伊就會 slow down 啊，冇等係伊加大 conflict 嘛，伊有 collide 嘛，所以伊慢慢我都行停落來時啊，那些當然車，他哋有車過來往嘅小巴停者，大家注意者，感謝。我會記你金 station 金咪咕嘅，告訴我，攞小線啊。station 金咪咕是聽到只古 episode 邊咧學見嘅事，道嘅應該知嘛道嘅。station 金咪咕嘅是講。我是講我話電車。啊，就repeat係咩名啊？我冇聽到個聲。我講你見人聽到講 station 金咪咕嘅啊。station 咪咕嘎嘎嘛有。我就有印象啊，但我冇咩記啊。我是講樣子，我講我是做我報告嘅嘛，我報告咧電車嘅announcement 嘛，然後我講那時本來是為了電車嘅時候，然後是用我聲報告。聽到，我係記，當然但係嗰時我必須呀，我未記啊 ，station give me go。啊，是，我係記。แล้ว即係咧頭嘅咧，你用自電車即 MRT。我有時啊個是有落 KL 咧，我就有坐咯，因為 sometimes 換車traffic jam 嘛，and then 嘢 location sometimes 我個 location 是一間LRT station 啊，所以我嘛坐 LRT 落去個先咯。方便啊！方便咯，咁啊，around 5 minutes 10 minutes walk 我 OK 啊，冇講遠啊，我嘛坐好車落去咯。當今唔是頭嘅你有坐 MRT 冇 ？MRT 啊，有咯，來去到我未記得你大到你幾個？我是 class 吧，sometimes 我落去Bukit Jalil 咯，所以我Bukit Jalil Bukit Jalil 冇 MRT 咯，有個人有咯，所以我有時啊是一個 KL 我就做附近我因為我係 friend 住咗Bukit Jalil 嘛，所以我就幫人住我坐下就落去咯。因為依 MRT 依起一個去車頭。見過我係賣厝，然後啲布薩大曼沙拉，特別我冇借到，我冇揀得方便嘅話 ，because 依 line 都冇開去落個start，依冇落去冇地，我跟住去冇冇白嘅位呢，去穆迪拉。哦，大曼沙拉穆迪拉，唔係大曼沙拉，特別你是特別加一站嘅點先咧，依個係。計掉嘅了，係咪痛咯？咁咪計痛咯？掉啦，看啦咩？牛呢？哦，未必嘅，有一個唔痛嘛。咱人馬來西亞是真係難咯，咱人安尼坐呢，咱無你個來做些個物件啊。咱人話 LRT 即係坐呢啊嘛 ，LRT 啊，啲馬來西亞啦，我常常有落去 KL 嘅人嘛，落去 KL 家己所在未去嘅咗 ，museum 嚟㗎啦，未去，我幹嘛未去？他咩物件都未去嘅咗。我是掉，你看我對來去馬來西亞看到伊人開一個 LRT，個開伊 monorail，我想講哇 KL 呢好了，呢好事嘅，搭行嘅呢方便。個冇，because 伊 LRT 是一個公司 ，LRT 是一個公司 ，monorail 是另外嘅公司。你買一個單啲 LRT，你袂使用伊上單去接 monorail， 你個就買個一個單。and it's 小嘅，so LRT 係 take touch and go，at monorail bay。我講伊無上公司佢唔要緊咗，特別 system 係只上嘛，你無上公司我佢未俾 management 無上嘅數，對唔對？依個上大嘛，韓國本係上嘅，所本是真正一間公司本嘅，特別你唔出來喎，你上上間係嘟行個啦，貴咧 system 就人行得了嘅。伊人無上間咧等啦。你看 Central 你若是要接落，你坐 LRT 你若是要接落去 monorail， 你就要出來嘅開車頭跪路本啊！
แล้วก็เลยเจ็บโมโนเรล是咯，咁，即係我 agree，即係我 agree，因為like and stupid อันชัวควันลูกขวาลูกน่ะสิเบขี่上個背邊當個餅啊 LRT 都冇方便了伊都冇去上頭條餅ลูก都俾用 monorail 特別我น่ะสิเบ落鋪我都俾借 LRT 頭先 because 我都冇 monorail 嚟去上頭我第我是 LRT 是崩沙所以我就ไปจิต LRT เฮงลุยเบจะเลยตัวโลเซ็นทรัลชุดหลายกวยรอก็เบก็จะเลยตัวแล้วบารุกว่าโลยังแต่是ยัง plan 的是冇 plan 冇 plan 要做一隻然後呢應該講我冇是 guess correctly 就是你那嘢 LRT station 嗰陣買嘅 ticket 就係去木嘅便當把你就喺路車咯，應該是咯。別路跌路，別嘅便當，一部別路一段嘅款，係貴嘢啦咩？啲啦都當嘅便當嘅路車，都當啲啲馬路嘅嘢，當馬路嘅，我就見過有嗰個觀眾有嗎？是我冇試過講話咁難嘅，我冇試過幫你，我冇試過講話咁難。我俾用我搭乘個格，我別使用我搭乘個啲 jeep 嘢去車แล้ว落去破一出，我是頭時寄發俾你，我話我是 KL 人，我唔愛講嘅，我唔愛講嘅，唔愛講。我到底寄發，แล้ว我特登去借先佢，我驚係借，แล้ว S 成個 roller coaster ride 可去借。借佚佗，借爽。LRT 對我嚟講是一個方便，可去借開車呢係。係啦，同時啦，停止被台灣騎借 MRT 是安尼款啦，比斜河正紅嘅咯。講行幾隻行呢？隻行呢？安尼啊，冇了，冇時候就講用意是 S 我人嘅一個美呢。係咪？應該好，我自己嚟啊，我坐車，我搞成啊，應該是，應該一坐到轉機嘛。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第要緊嘅，因為你 public transportation 好啊，你下面有咩做就 economy A 啦，你人啊航線啦，productivity 個咁樣下面你 commerce 你 productivity 咁樣 depend 你旅行咁樣 tourism 咁樣 depend on public transport 嘅，依兩個冇做嘅要緊。我講好有一種嘅 occupation 真係要緊嘅啫，我就唔是要緊 ，sorry 是加趣味嘅啫。伊是吼，迄個退休咧人啊，uncle 較就是 uncle 啦 ，uncle auntie，迄個退休咧 retire 嘅人就 uncle auntie 送物件。送貨啊！要做送貨，要做 delivery， 因為 delivery 是用subway 嘅。哦。一 create 一個新嘅 job 係樣咯。就是講有時你 from one station to another 嘛，因為你在做數，因為所有 station 隔了啊是真正方便嘅咯。即是 almost 隔了所在去嘅咯，隔了嘅 attractions 啦 ，tourist attraction 隔了嘅去嘅咯，係咯，隔了嘅 shopping centre 半會夠嘅咯，所以真正方便。所以當時有一個水嘅物件咯，人講哇，我係document 都俾 send 去，都係個 area 嘅 service， 人 call for courier service， 係個 courier service 係 uncle auntie 嚟。嗰時是 uncle 好啊！嚇，你睇有時借 subway 去搖咧物件咯，用 subway 送物件。我俾每兩人看啦，I mean 你特別 give it time 啦，but I know sometimes lost gone case 啊，你成日就借你啊，totally 冇 plan 我明白，特別你特別開始，你特別開你特別開始，你特別隨一個點先嚟開始嘛，你別使講啊，咱嚟賣啊派啊，賣啊讀車應該咪是賣叮當哦，你冇俾每兩當最近當應該叫菜店嚟講啊，菜店特坐 monorail LRT 去做工嘅。佢哋派苗咯，啲 KL 嘅人。要派名。即係講阿蕉講係咪 ？Actually 冇成累本咗，因為你算起來直接都愛比較本是愛有可能10塊就幾塊咗。問題我 monorail 佢只派嘅好咗。哎呀，我有自話價，我再派了你講。我根本借車燒油。是啦。都是。話如果人愛做 fast train 嘛。哦，等陣看。under 新幹線嘛，新幹線做架掉下是。我講，咱咪你都專做一個奇怪嘅物件啦，你不變。你唔變嘅物件就專門做。我安尼看呢。咱人嘅 priority 啊 set 唔掉咗 ，KL 去新加坡會比 within KL 較要緊咩？是啊。嚇，專門做伊要去開喺你類有新幹線就嚟哦 ，yes good 較好嘅 system 嘅 KL 去新加坡，你按照你唔。
開類去 set 好時你貴嚟 KL 嘅阿婆 set 你是邊你 set 把你出嚟 cover 嘅了，你去新加坡做咩？去新加坡背佢就好啦嘛。Northern 就背我 fast train 過咩？所以我哋時候仲要買 KL kit 嘅打咧。係咯 ，exactly。咱是我嘅 KL 咧，我幫嗰邊背嗰度。嗰陣咱出名 export talent 咧，咱俾荷蘭嘅 talent 去新加坡嘛。係咯，幾開類。咱開類上揚出去嘅咯就。開類啊，是咯。你特別，即你未講伊老師要學新加坡人來呢？我同你講新加坡人，我唔是講馬來西亞而家查緊嘅困難，睇新加坡嘅人活落嚟人為大家知嚟馬來西亞去 KL。枋記咧，枋記喎，買物件嚟整 shopping。真係馬來西亞人入嚟新加坡做工，我知哦。啊喏，到頭餅嘅個。做工咧，咪對於佢嘅影嘛，咪佢只小隻嘢。馬來西亞嘅人做工去新加坡，還是新加坡嘅人做工去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做工到新加坡，做工去新加坡。啊，啲新加坡做工啊。哦。有我啲咩做工，我咪是大啲做好呢啦。所以是伊當今大隻可以睇做咩貴 ？KL 一波嘅人走過嚟新加坡做工嘅。我講咱人冇好 infrastructure 就，我老實講啊，因為我淨係邊樣仲要差價錢啊。做嘛，都是要被講 LD 啦，我哋 key track 啦，特別啊，我老實講啦，一句就搞掂咧啦，邊領啦，是連北京半被 set 到嘅實質啦。Lucky，我而家老實講，我聽到講，咱做咩難招，咱連北京半被 set 到咗。係咪說北京？係咪 elaborate？係哪裏咁樣容易話？我諗北京 system 半被 set 到嘅 city 嚟咗，咱諗是連邊領啊？我全部 set 到啦。我成個 set 到啦，依樣大人用依個單嘛。冇當然要 scrap 嘅 system 啦嘛，行啊嘛。哎呦，我俾個攞半尺啊！我是你 system 有冇被 set 到㗎？我前面講北京啦，我講安裝貼啊，睇你點安裝貼是愛 KLRD 安裝貼聽冇？我講你講貼別掉，因為真係這是 heritage 啊，我諗就係 pre-war。安裝貼啊，冇可能貼誒。你特別安裝曬到咧？我就忘記啦，你啱我一貼就這點咯，貼就這處啊，甲起掉啊，忘記㗎。我老實講啦，我到底廈門北離啦 ，OK， 廈門北離啦，你就這物件，你講哦，要貼啦，做 LRT 啦，做 MRT 啦 ，modernization 啦，咁樣是講啦，除講南巴桑嘅，因為兩人連啲 simple infrastructure 咱會未 handle 咗。OK， 你愛做 LRT 啦，講個安尼大啦，你有鐳又好啦 ，whatever 啦，你連 bus 就未 settle 啦，你去安裝 manage LRT，Are you sure？ Tapi sometimes it's interrelated 咧 ，sometimes 你一個 system 嚇，你成個 by itself 是未 work 嚇 ，because it rely on another system，所以 sometimes LRT 會 mix 個 bus system， แล้วก็係嚟啦，ก็係行。特別我俾梅浪啊，講到啲係北京嘅嚇。我會記北京嘅就是係咧，安尼，巴黎，不是，北京，illegal，大把叫你。哦，有成家嘢叫人家見啊，你叫你下本身jaga kereta 咯，係你會見啊？係伊人本是有本啊，你若是去 Penang Road 啊，若是你去Abu City Lane 啊，有人嘅。private 嘅地啊，伊人俾荷人去泊車啦，伊人去請一個叫另外件啦嚟過啊，做jaga kereta，然後拖累個路啦。啊，冇個山啊！誒，我好，睇咧好，跑呢車啫。哈，蹦呢車啫，你特別可以累哦。我咪每流浪邊領安裝 settle 嘢即係搭車แล้ว個 heritage 個安裝個係 solve 人嘅 traffic problem 啦，其實 only 咱唔是 expert，但咱自己 personally discuss 嚟講。未 solve 嘅依條邊按緊了，依路頭先係好多性。依度俾做成個新加坡了，restrict 依個 private car ownership。依冇 restrict，我講你講下 main restrict。แล้วหลัง I restrict 咧 is like second phase or third phase อ่ะแล้วหลัง first phase อ่ะที่ fundamental มีแก่แล้วจะเก่า掂咗รู้ว่าในวันในบาทรู้ว่าในบาท咗รู้เลยอันนั้นก็ในบาทจะ冇咗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 ไปตั้ง49分鐘咗喂 hello มันบ่พอหลังไปเจอันคนน่ะ bus รู้ก่อนรู้ไป settle วางใน convenience 咗 tapi bus ไป set 你ไป set argue but bus is still 容易上嘅路喎
嚇。你問上路標記 it's fine，但問題是啦，你一時上等嘅巴啲北邊 Northern Tanjung Bunga sorry 啊，到落巴行啦，all the way 行到去。Tapi aja, lu nasi siang wa, jele basa nasi jijap lang je, hal si 全部都集丁嘅車都冇了嚇，啲嘅咯嚇。你若是講有安尼 restriction 能夠亂滿咯，所以伊無人坐本標記因為政府誒一定要貼嘅。總之伊愛食坐巴士，就是啦，我咪就是啦，若是講咱 discuss 看，安怎個會做到人愛坐等個會成個。伊 system 就被殺，什麼你冇可能講當佢讀到要死啊！嗬，佢冇做半行嘅，咪是 only get worse 嘅嘛。啊，無伊本是做成個 Venice 講，你若是要塞車來，好，你放你嘅車喺Batu嗰邊，你放你嘅車喺擺，然後打人無插，你是追打人啲邊人無車，你行路你。腳踏車，你坐腳踏車，你坐巴士是咪？冇車最最貴。冇人敢做呢，肯定物件咯，是冇政府敢做呢物件。應該使做成下你中國啊嘛，中國人講你即拜一個拜二拜三，我冇俾一個二三四。同咪地你車 odd number 咯，你車基本是你後邊是一三個出交嘅話咧，對，拜三拜個你就使換，比賽會使，但是未使 ，depending on 你嘅 system 啦。但問題是，即個物件，即個個料啊，我 personally 啦。即係即係物件個料啊，你愛 restrict 係咪又好啦？但係問題是，你未使當真 restrict，你都冇物件好難過，你係去 restrict，你就係 make sure，你冇 facility 冇 infrastructure，你都俾做你 infrastructure 頭先了解你會話。對啊，你就冇 transport， 伊袂使驚蝕本嘅咧，因為這是政府互我嘅 benefit 嚟咗。嚇！伊袂使驚蝕本，伊袂使講哦，無人坐啊，所以我人免互安尼坐巴士，我免幫安尼坐巴士，免請安尼坐啦。伊袂使講嘅，因為這是我嘅 benefit 嚟咗，因為我冇我 tax。係咯，我 tax 買 to me。你講講我人有冇坐，你巴士就變 ready 㗎了。古早是有這個物件咯，英國超嘅點樣是有這個物件嘅。嚇！然後有 tram 有 bus system，你看古早咱人嘅 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好過當今嘅啫。有 tram 嘅時候。1960呢個條嘅兩嘢就古早位8個位馬交嚟點樣是坐巴士坐 tram 交方便，古係就係古啥嚟跳嘅啫。所以咱人嘅 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跳啦。tram 咯 tram 咯。冇。當今三輪車是要嗰隻本地人要坐三輪車。誒，嗰隻貴過咯。咁你都要學人係啲攞住你面嘅了。佢自己是怪味酸。嗰個有一種嘅 idea， 變成是一個海樹嚟嘛，海樹啊 ，island， 一個 island 嚟，แล้วก็有呢個釣魚嘅人都冇講了，伊人有準咩？所以啊，波伊人係咪雖然冇 develop 一個哈 island 嘅 system，round the island 嘅 system，lu 那是大啲成個大啲Jelutong啊，還是Bahan Lepas啊，還是Sanggol 啦，lu 那是俾去Batu Ferringhi，係咪雖然冇借準？啊，對咯 ，exactly。 Water transit，WT。嚇！伊人就會做一個 water ferry 嘅 water taxi 嘅，water taxi 公司啊，誒載人。個水，個較快嗎？咱就是未曉做啲物件，咱要做啥？以後啲咁大頭整會提前嘅 list，係咯，未自己呢 book of record，未做全世界第長嘅wall painting buffet，咱全球做隻茶 buffet。頭殼嘅你啲做 food festival 講，即係物件有安尼好見咩？啦，特別啊，我嘅 taxi 睇下本啊，啲Church Street Pier 路E&O 嘅公司出一個 water taxi 路，那是要去跌軌啊對啊，路會坐一個 water taxi。呢個係你是你咪未叫我古早呢邊做緊嘅。啊，我知。你暫時啲活落地冷靜咯。你就係打俾隻龜女啊！龜女，一打俾隻10個。
哎呀，做10塊啊！你問佢做成呢？你看佢咧是可以人家己嘅好嘢人咧。啊，以前好多爽嘅，好多自己哦，我就 beautiful scene。歪姐，唔適合做工人姐啦。歪姐喎，呢度都係 key 嘅。咱邊咧有隻 potential，尤其是邊咧有隻 potential 啦，係做成隻物件。Public transportation 絕對是 first priority。但是你冇睇到呢件話咧，嗬 ？Don't tell me，冇人捌上過。伊有人無人坐空車，用着變有誒，即個物件。Don't tell me，冇人上過咩？伊政府就得上過嘛。我朋友啊，韓國又好啦，中國又好啦，要去邊兩地圖，我只是想到，我去邊兩咧，how are you going to move around？係咯，所以上叫我咪是頭嘅係啊。Actually 啊，你特別少 ，because 是本地來咯，就係看面你個嘅一萬年你都別叮當啊！我同你講，冰車，都俾佢水車嘛是嗰個絲，水車嗰個絲，阿邊你搭車是咪是本地？你水車嗰個絲嚟多啲水車。啊，除北京啊。除北京是擺俾企位先，我特別上頭先，我哋拍車啲大路嚇，แล้ว成家舊年嘅時，咱去食啲大長卡嘅時啊，佢咧為啊啲參咩 heritage area，你俾拍車嚇，都笑啊嚇。喂，你講咱成日用即係 taxi 還是你 Uber 你看 Grab 嘅 system 係 solve 咧，即係 issue。叫 VV 爸爸，叫 VV 爸爸。有時講你上貴啊？哦，伊個 fare 上貴少。就你未冚，你未冚特別啲人哋，安尼嗰啲程度滾。你未冚特別啲 Uber。你條邊愛有 4G。較貴貴，家己坐車咩？家己買車。而家你個imagine 嗰陣時講，有一個人啦，我是做工嘅人啦，我大地幫你巴士。แล้วว่า做工就係等住冇嘢，你到落嚟看就係啲 Uber，你一刀起到按20幾塊咗，你自己就係開40幾50塊咗。對。你自己開50塊是比隻三倍股價少咗，幾十倍咗。會使降升車嗰度，直接個。冇應該貴嘅，你只係賠嘅啫。啲高咧話咧，你隻汽車咧，是高咧你1250塊，你算你1000塊啦。1000塊是兩人邊兩嘅3塊八，都一刀汽車，唔算3塊八啦，你隻汽車1000塊，去到你所在有可能你隔天能搏啦，整拗啦，看你 distance 啊，有可能你一刀2000塊韓國你啊，但係你只一段啦，要7000塊，都你看你嘅 transportation 是你一段嘅1得嘅啫，我哋邊兩嘅話咧嗬。1塊咧，你睇20塊話嚟回50塊，40塊又好啦，40塊咧就貴貴咯。這巴士咧，這巴士咪辦幾咯？啊？這巴士咪辦幾咯？你我知，我哋這巴士辦幾，看幾耐看幾 fine，但冇得是冇巴士，冇巴士。要賺錢啊！你看到伊條邊路點正都冇巴士。哦，有貴嘅，但係又冇條路。我唔貴啊！我等一點正貴貴。我同你講，你等我會等就 OK，but 會等到古。你問我講古早嘅人冇 handphone 冇啥乜 fine，即係是古早，當今人就 smartphone 嘅咋。啲好啦。我出會啦，我根本我停曬又好，我就係啦，就好時啊，就คุณ車啦，就係啦，停曬嗰陣時啊，我是為handphone 就病，我開咗，看下你把幾分鐘幾後嘅搞咗，係啦，我講 OK，過咗3分鐘，我係開會夾住佢啦，係啦，意思 down to seconds，咁講59、58、57，佢講最尾嗰個呢個 system 了 ，arriving 數你諗下，你夾單。幾秒呢？100幾啦，先講過誒。是啊，台灣本身講嘅。本身是我講 Rapid 邊樣啦，是有安尼款嘅 app 嚟啦。你見到嗰啲 app 嚟看啦，別拉路咗啫。你唔知嘅安怎用伊？你講嘅而家有 limited 嘅 option 嘅，譬如行是伊 information 是冇 update，伊冇 update 嘅，伊20分鐘都要搞。你睇咯，4嚟至幾後一邊。4嚟是幾後咗，20分鐘幾後了，一邊29分鐘幾後。一啲啲就係啦，係啦，要條 hotline 咗，你 call hotline 啦，依家你講係你把送你得落位，係啦，你好，我 call 佢10刀啦，有一半一個講 bus breakdown，really，
咱是講要 improve 啦，佢咱 start 到啲 basic 嘅 key only 啦，用咱 existing 嘅 bus system 嚟 start key improve 啦。所以冇可能講伊做未夠，把你去台灣做未夠，得你自己而家做未夠，做咩事咱做未夠 ？Exactly。所以台灣你路在一轉間安裝咯，台灣路一轉間嗬，一車裏邊有迄個 signboard 嘅嘛，一車裏邊有直偽裝嘅 computer signboard 咯。嚇！伊假如講落嚟迄個站是蝦米站啊？然後伊個教示啊，伊個 board 伊家己講話咯，唔是迄個 driver 講話。佢哋 board 有時 hit the button 嘅啦，有幾好事咧，要就知係計唔到嘅。即係計唔到。伊教伊準伊講幾秒教，幾秒就嗰種準嘅啊。你是講，OK，咱當破嚟講啦，做咩事咱會安怎個會 improve 頭一條啊？就係講無人愛坐巴士頭一條，因為伊巴士 system 無好，所以是 vicious cycle 啦嚇。咱若是無人坐巴士，讓過去買去插伊個 system 咧，是變咗更加難。所以就是講你要做伊好條，你是唔是就會學伊個 infrastructure？你巴士咪講 LRT、MRT 唔夠頭先，咱講係巴士，但是你巴士 system 做好，你準時講達25分鐘。半點鐘一點好啦，問講個幾日一點鐘兩點就夠啦。但是伊點聲伊做轉，了過一站，了個三擺人搭車假坐車搭車搭到未叮當嘅時，伊人咁晚搭巴士時，嚇死就要做 bus lane。嚇對 bus lane，特別係嘛是樣。英國แล้ว人那是學平常嘅車接伊 bus lane 是人就被 fine 你人。我咪是 fine。แล้วมันจะเอาไฟแล้วไปควายสูมายังไงว่า10幾年整到有咯，即係 bus lane 呢條 fine。一 fine 你呢條咁樣冇用嘅，一時成日俾 express lanes lane。咱19個就出年，咱冇離開英國嘅話 ，today we will have everything。嘅話 maybe 就是唔對啦，即係 mindset。but 有嘢老實講，咱人睇點先，咱是冇離開英國去嘅話。咱經濟搞到有個了了。這邊數咧？why 咧？這邊數咧？你講？這邊數？係咪啊？這邊數咧？你香港嘅？我冇逼呢啲要，我冇逼。有些 system 是英國人留落嚟嘅。哦，你是講 OK。咱嘅 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英國人 design 好啦。特別定擺Georgetown 坡底度有 tram 咧嘛，你咪是會看到依個 tram tracks 個。特別。Beach Street 啊 ，Penang Road 你咪是看到，係你誒估了就冇了，我細漢時就冇了。OK，我講。呢係 after British colonization 咧，於是咱人覺得，於是60年代就唔使講聽嘅。特別我每講這問題，甲美國咧有另外一個 issue，就是講car industry kill public transportation 咋。So 嚇，就是咧所講，甲政府無關係咧 ，maybe 伊 car industry 是一頭可以做歹伊個即係 public transportation 嘅 reputation。對啊，免過伊做伊個車安尼幫伊，所以較濟人會買伊個車。哦，伊車伊，馬來西亞唔是做好伊車幫伊啦，好路伊是做好路無 public transportation，叫路是好路去買伊車，伊頭邊嘅。Kansas City 我講成理咯。Why City Kansas City 本身呢 ，last time 我哋 public transportation。怪伊只area 有伊 streetcar 啦 ，streetcar 只，then 伊人運車出嘅時候，伊人嘅車 lobby，伊人嘅政府貼伊個 track 起來，所以貼伊個 track，咁咱咪買車咯，咁咱買車過一檔機咪是會做到對嘅事，真正看考即係，because 都被冚落呢，冚落，แล้วก็ไป貼物件，ก็ไป做，人可以 QQ 靠，QQ 靠就是咯對，所以。我是覺得，若是講英國插手嚟講本好嚇，唔知伊個車 industry 本是做好伊人貼人嘅路去本啊。有可能本啊，但係你話韓國本是出車嘅國家嚟喎，你話伊佢是好嘅車就韓國嘅車，韓國出車，但係你是伊 public transportation 有啲係 efficient 喎，係咪是人死？車是一貴嘅喎，啲韓國啲車。較貴咯，就得啦會講咩？你就得啦會懂啦。但係你冇未記，日本有 car industry 咯，特別伊 car industry 冇 Q 伊個 system 喎，所以看人被安怎用下面 system， 用下面 infrastructure， 安怎講嘅 mindset 來安怎去 discuss 到呢個問題嘅。人車就好啊，係咪嘅？人車
真好嚇。嗱對，樣嘅車股是未歹嘅車嚟咯。韓國有陣時，即係我講韓國啦，是50年代嘅東西啊，樣佢拍成咗 Korean War，樣是比人國家死嘅咗咧，是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啊。咩人都人嚟講啊，人嚟講啊，你會講。有可能，特別人甲韓國比啊，人嘅country 甲韓國比起來，伊會啊，做大細那邊，讓韓國較細。大細，韓國較細。嗱，像個新加坡嘛，像新加坡嘛是細。新加坡嘛是啊，所以新加坡嚟講，新加坡咱講去韓國啦，去新加坡邊嚟講，新加坡嘅 public transportation 甲馬來西亞比就相差真濟啊嘛對。新加坡 already to world class OK。所以特別 ，even 你去新加坡嚟講，你有 rasa 就講成個，哎呀，我覺得驚真嘅，咱關係咱成派咧坐車嘅人啊，哎呦，我就驚嗰邊個貴north邊啊，驚穿。我講講整north啲咧就站名呢，站名我有一邊嘅朋友過嚟整。哈哈。誒，你真冇聲？冇記啊。咦 ，Bluetooth 冇彈啊？Bluetooth 冇彈。未聽到啊？聽未到？我冇講話，有冇聽到？哦，係啊，我朋友讓馬路嚟整 business trip 啊，係咯。你講話，哎呦，這邊啊，讓嘅你十位啊，嗬，佢無理嘅喎，我佢跟住我咪行咯，我就 DLT 啊啲物件嚟咗，咁我先講，馬來西亞成派人嘅了，我話韓國人特別kilo，冇人 complain 嘅咗。特別咱人嚟接頭一刀，人都就complain 啊！就是哦，我就是講，人嘅 attitude 啊，是 sometimes is the biggest problem. Not because of 政府嘅安怎 implement infrastructure，人嘅 attitude is one of the bigger factor to influence 做咩事人嘅 infrastructure 唔好。Because 你特別，我唔是講 excuse for 政府啦，你infrastructure 特別好 ，on top of that 你特別人合作嘅你政府，你個會成功嘅，你揾一邊嚟講你做唔通嘅咋，人落邊都冇啦，未必，死咗嚇！點解啊？安怎解決咧？你冇人特調是冇可能喺世界，人問講邊啲人就好了，人講全世界啊，安尼做 engineer， 安尼做人做冇上 transportation， 大家人未想到一個 way to solve 人嘅 issue 咩？別啦，咱 government 也無買去 solve 嘅陣時講咱買去 solve 嘅，咱 planning 規個 Malaysia planning 根本就唔對咧。好像是按照一樣嘅，係想講建呢個 city planning 唔對咗，你 city planning 唔對，你 transportation 安怎會好呢？你若是講人買算別位，人敢若算檳榔 island 嚟算嚟講啊，若是人買講政府買講係咪啦？人敢若買做好檳榔嘅public transportation 好 infrastructure 好嚟講，人安怎實咧？敢若檳榔呢？買講別位。安怎啦 ？How do you start？ 安怎開始 ？extra bus 咧係你 bus 嘅 line 嘅係咪啦？係你 timing 準時。講你講，你看正嘅 bus 咧是大家講正正嘅咯，但係你 bus 是講正正嘅。你 extra bus 嗰啲 bus 安怎行？呢個 bus 都俾用呢個路平平甲呢個車都上。一搭車咧，一搭車嘅 problem 也是。所以人特別你無法，人是特別有 implement certain law to restrict traffic 先咯，對，你計 open 呢 bus lane 對。咱咪插講啦，咱是 ideal 啦，是 discussion 啦，咱咪插講，咱邊啲人家就聽話啦 ，OK 個了，好咯做，了。安怎那個？攞愛做跨性，攞邊啲看跨了啦，人邊一處個了。安怎solve被 solve 了，我意思啦，你講聽話咯。你跨 green lane 都俾安怎做一卡跨 ？green lane 我係咯，就是要講條俾貼咯。貼厝咯，貼咧下邊嘅人們是。俾安怎？一人大啲厝幾耐年了，我人這邊隔橋就是要看貼，冇錯。規排厝噴過去一面。哎呀，
王正教做只很聽。即係好歹啦，若是講貼了有，若是講有貼了嘅時會 solve 這 problem 嘅嚟講係，個有 get 得咯。是驚講貼了你別 solve 這 problem 嘅，是貼冇打咯。冇打係咯。王正教嘛是貼你王白路人知嘛哦。actually 王 Times Square 會卡白路會 from 布魯 underground 會卡到加松愛灣嗰邊㗎。underground 是一站㗎了，是我有 underground 嗰度白路，所以㗎了會卡。白路開嘢啊！愛開了，白路是一毛嚟做了幾隻幾年。係決定擺路特別停 monorail，知冇？布魯其實係往是 monorail。白路本是有 monorail，是講伊會卡伊嘅做一站毛咧。underground 呀 ，underground 嘅，所以我伊應該是今年年尾嘅時候咪 start 了嘅啦。monorail 是外邊嘅公司。So from 松愛灣嗰邊㗎，行去布魯咧，特免坐都敢若行下卡了咯。我咪講行下卡。我咪講那是邊呢？會做underground。未，當今未了。未啊，當今未了，咱未使上這個物件，上會啊。咁所以我冇明白講。Wait，你聽到我冇？冇個聽到嚇。邊樣嘅 infrastructure，咱人當然愛做這個物件話咧，會開真濟類，係啦，佢影響到真濟所，誒，咱望別嘅，咱嗰是海樹嘅，咱是 island 嚟。island，邊樣是 geologically 是 granite 嚟，你再做坎坷冇俾 all granite，俾 all granite 啊，係啊，專家坎坷咯。咱我同你講，咱人嘅 government 啊，未使做上大夢啦 ，cannot dream too big。你定 fundamental system 你 settle 掉，咱都會真好過嘅。就所以人哋哋講未去 LRT 啦，去 tram 啦，public 佢哋啲亂啦，整翻落啦。我同你講啦，一啲啲亂落去啦，你講你過啦 ，trust me，咱人講你過啊，咱自抗22年嘅點先啦，咱 still 是講到成個 topic 過。嗱，咱自抗22年，邊啲學嘅歷史佢再講句。我講句啊，講你啊，我講句。最收尾，Times Square 就是有一個坑點落去嘛，睇起來佢哋唔住啦，到時講時個佢哋可能要住啲啫。OK，咱叫到啲上嘅人嚇，啷個 mark 起來講你拗。佢點先啊？王哋講蘇湖啊，地區第30條 line 咗咯。咩蘇湖？蘇湖係咩？蘇啊，我讀完所在啊。蘇，我成講蘇湖。韓國蘇啊，我成講蘇湖。蘇是外國人講嘅，依所在 actually 叫做蘇烏。蘇烏啊，蘇烏。蘇烏。誒，冇，劉細冇講日本個。攞我講。嚟講日本。去日本我係 mission 哦，有去日本其中一個 mission 就是去坐 bullet train。了解到。當然咩咧嘛，去新加坡咧，南西，依 bullet train 是唔是外國人快啲 video 特擺有真係謝人咧，有知嗰邊。是 bullet train 冇人坐，因為真貴嘅。哦。真冇，你講迄種是開車嗰時。你平常時嘅電車呢？平常時嘅開車嚟，迄種我有掉本，有影有掉，我人安尼咁。我人知那邊啊。咁我去新竹股嘅 station， 新竹股是應該是第一。應該是貴世界是第一複雜了嘅，第一屆嘅 station 嚟咯，貴世界啊。我捌聽過。新竹股是，所以安尼講我拄着是放工時間。然後我看到我驚住，看到我驚住啊！然後時間安怎咯？我看到我驚嘅手呢，我看唔到我驚咯，知啊！我看到我驚手，你見唔到伊呢？我見唔到伊呢，特別我驚是啲人嘅內邊嘅。我看唔到叫我驚啲咩講媽咪，我不能聊媽咪，我有時有去裝，然後我見到手咪放了咯。我拖佢，我夾住半日掉了。我半日掉了，我白天當內邊上家有影，個參過沙定湖啫哦。Since then 哦，白完全白叮當，我一 Q 我驚過來本白 Q 掉，好彩啊，一個 station 搞啊，
順足嗰幾澳波嘛，自你前落嚟 station 搞好差咯就，哇！自出嚟我教人講 from 馬仔去啊，嗰啲唔係只開車我等隻一堆，我有時自己攞人看你 Facebook 啊，都度 winter 點啥關係 ？winter 點啥人三個九咋 ？winter 是國家嘅喎，你三加三 almost winter 咯，就是往騎士就是。你借咧bullet train 咧情。bullet train 要半幾那種嘅，伊往這是第一塊，往掉第幾塊嘅，迄個是Nazumi哦，我坐去Yokohama呢，你知哦，แล้ว我驚冇水嚟啦，嗰時伊講唔知落去 before 落去冇水啦，แล้ว我經第一件了10分鐘呢，應該是往正架去馬拉哥啊，你看啲 distance 啊，應該是。往意思講 KL 去十人班嗰時咪啦，十人班喺 distance 啦，10分鐘搞啊，伊往內度人嗰就往河嗰類哦，來回。嗰類。往嘅類400幾個百啊。嚇？對。有是真假。真嘅，哎呦！10分鐘嘅。咁咪上啲貴嘅。bullet train 是安尼貴嘅，日本是安尼貴嘅，日本是第貴個。Tokyo 是第貴國嘢，應該是世界第貴啊！嗱，我講一樣，都就講一樣。日本唔係加飯嘢，又 actually 樣成去差冇飯嘢啊！我近日就好食哦，幾節啊，本一食千幾塊啊！แล้ว本地我時候愛講啊，即京都嘅 Tokyo 自己京都嘛嗬，แล้ว本水冇學了啦。我時候喺京都自己Tokyo自己京都啊，來回都在嗰類哦，飛機票啊，係你每車嚟年啊，是你人啊，是人是一輪呢，冇啊，一輪應該啊冇，應該是1000八羅輪來回。哎呦，1000八嗰個，我係輪1000八啊。有依家飛機邊？飛機加辦嘢應該是，特別開車好正，而家 compare。飛機一辦嘢啦，應該是特別開車好正，依樣開車好正。一隻就上特別啊，只勤考正講真嘅啦，是愛家己 backpack 去日本嗬，真嘅愛做好好 homework 啊，做好好 homework，因為伊一個 track 啦，伊一個 track 伊會使 monorail 行，會使 fast train 行，會使 normal 開車行，會使 MRT 行，會使 LRT 行，會使 bullet train 行，6種開車行一個 track。哇，搞嘅人。落啲一個 platform 燈嗬，落 make sure 伊啲 platform 有上嘅嚇，落去吊車啊，你落買票唔是，落愛看好好，落買票，買買錯，買買條是 MRT 嘅票。你人有阿無字冇？勤考冇嘅啦。你有安怎啊？咱就是無讀定人字。我用 apps 咯，用 apps。哦，哇！即我無讀定人字，我慘咯。解哦。係啊，真係。所以我去邊個開下先哦，我腦河滴，特之一車呢就是開車，特之開車呢，因為真複雜啊，這樣，誒無像個別嘅國家真 straightforward。Korea 咧，Korea 電，Korea 就複雜哦，是那簡單嘅。我係考日本，日本。Korea 本啊，有一啲我本，Korea 正冇本嘅，因為我有 IDX 嘅係嚟比較過 KDX 嘅，IDX 嘅比較是春春。日本嘅複雜。可能你伊阮就會成買票嘅，有用係可能係隔話俾啲嘅。伊間啊 Tokyo Station 啊，伊就係幾哪站咯就係，你有個有下面收機啦，下面 North 機啦，下面機嘅了嘅就。哎呀！啊，真正這站咧。日本大。大，伊開車真正真啊，安怎講啊？發達一樣嘅開車真正發達了。你有影小白教啊，安尼 complicated 嘅啊。所以你有影愛做 homework 去日本，小心。英國咧，嗬，你會做到你死氣嘅邊個？英國嚇？英國 underground 本身好嘅嘛。英國只有英嘅啦。不，英國 underground 要行，其實佢真係簡單。然後買一個單，去到落日本誒。
買一刀呢。好用哦，伊個 system。好用啦，會使啦，特別有刀冷天時有人幫助啲那邊嘅，一零掉。抄就鹹啊，或是係咪and then 你啦，แล้ว有刀真係冷嘅啦，你出來時就特別ขี่開車頭啊，唔知係咪數啊，冇插有一頭出啊是落雨啊是係咪特別啊，我特別坐開車時。出來嘅時有大風吹嘅，唔知係咪數？因為 it's underground 數呀。underground 啲 vacuum， 特別呢個 underground 咧，啲我唔是講緊啊 underground 嘅，我是講啲地面地火車本。本身咧，特別冷嘅，特別 OK 啦，特別嘢睇下嘢多個就貴咗啊。真係貴，我大位啊，去倫敦是差不多50里啊。即係開車一刀啊，一出是25半啊，30半本誒。如果是 travel rush hour 嘅點先啊，30半40半啊。你常常用開車去倫敦咯？冇，我根本駛車。較方便咯啊！笑，是今日邊啲人咪是人哋款笑。是啊，一部嘅咧啊。特別我是希望有一日邊啲嘅人會做教。可能誒，唔係講白話咯，我覺得想咱個住宿淡薄想學邊就好，邊啊，我在當今時坎坷啦，愛去大陸啊，他車路就 public holiday 呢，路到呢邊叮當誒，貴 island 啊，所以就坎坷。誒，特別今年甲無安尼讀啦，甲少車了。今年較少啊？講了。我貴正啲邊個啊？今年，然後我使去邊個啊？拜祭，30日會是拜個，我使去拜祭。哎呦，依個記錄個都雜了啊！哦，叫多一次 heritage 未驚 heritage 未驚，多一次 heritage 未驚。誒，你我要去 heritage， 不止我去先就好啊！我變咗去。heritage 愛看點聲，房間地方人去到來講我累笑。誒，等我坐 Grab 去啊！我 Grab 咪是就俾我行路，冇 Grab 鋪了咩 ？Grab 咪是搭車咪是就搭。你那是坐阿 John， 你那是落坡了，你那是去個 Bruce 啊，你可以坐人車啦，較方便啦。人車危險啊！人車危險啊！冇啦，你驚住嚟少年嘅，แล้ว你包幾日咯？人車咧，你愛坐本會使，你保險買比較坐淡薄。喂 ，double claim，唔是我講嘅，真嘅啊！你淡仔聽到有人笑就是真嘅，真嘅，嚇你要騎架坐去嘅，何況我是唔係坐啊？有危險嘅啦，雪格要燈嘅，反正就冇翻到後尾嘅就。你愛坐時會使坐，我朋友就是來去讓大橋來這邊佚佗嘛，我講你會使坐去日本，但你保險買比較坐，因為人雪格要燈嘅，了你學車害到就是安尼款了。冇卡。一 consider public transportation 啊。冇啦，成個的士你看水咯，冇是 public transportation 呢 ？public 冇啦 ，public 就係成個政府嘅 bus 冇啦。誒特別，OK 啦，講到我住宿講到電話啦。那時候我到啲我只教室 ，OK 我教室度我咪厝人先，我知道到學校人哋我冇，人哋我講我對件事話只有比較少教。你冇多個亂嘛啊？啊，知道冇我個頭兩禮拜我往到學校。Because Bruce 個伊馬本來嘛，所以我人三人都在大學校啦。Then after 兩禮拜了，人就對啊。Then 我計大一禮拜。So but 我到學校嘅時候，我是看我學校會去到一個 area 時，我就大到一個學校，所以我就喺山學校啦。所以我在教時，我馬樣後邊咪是大Bukit Jambu咯。Because 唔是Bukit Jambu叫咩 ？Equatorial。你到 Equatorial 你會。
了哪日等那邊我咪厝，那個我背記掉掉，所以我到那邊就搬去鋪地度啊。你搬去大陸啲鋪地？我到 E&O。哇，爽咯！係我唔係到，我唔係到。講啊。แล้วลูกว่า E&O 嘛，真係方便咯，那是俾借人車。我那邊有攤借人車。真係借人車。哦。你講個嘢 boy 啲樓靠邊，你講個嘢 boy， 你叫我借你人車。哎呦，唔知度個女嘅姐姐伯伯冇去。你知道噃？你知道多 E&O 嚟講，你頭行路啦，好先嘛，行路啦，唔坐人車啦，先嚟啦。行路咪是浪咗好嘅事。安全啊，冇啦，隔了人邊啲人就知了，伊人無去無做事㗎，即係人車人嘅啦。特別我是怕水。人車人，伊個 union 真係樣啊，我有知道啊，我車行嘅時，我係掉，伊車浪掉即係人車人啊，我又梗係借數即個啊，伊人來人嘅厝啊。你未使搞管計只人嘅啦。我借有可能 experience 應該是會借啊，特別我未 get around here from 嗰邊，我應該 Uber 真係應該 OK 啦。Uber 會啦呀 ，Uber 會啦。Uber 會啦呀。或 Grab Cab、Grab Taxi 呀，我借過個了啦。Then 特別你多啲 E&O 啊，真係應該你行路呢，行出到啊。行路，冇你俾去啲啦咯，你那是俾去，我俾去落沙條落靠回咁多啦，特別你那是俾去 Penang Road 啊，Abu City Lane 咁過馬拉巴，你行路去呢咯。特別我俾你講到下邊邊嘢，我行路去頭條路二條路啦，哎呦，冇啦，冇行啦，會少咩？較會，未啦，我就按你款行了。哎呦，你別都關事啦，關事啊，嗱計，特別我抓死啊！你流掛㗎，你事咯，你冇人叫你1點12點行嘛，你係行嘛就去行，食咩行，對唔對？特別你那是要食當對呢？你要食當對，學到就食，食當對你會食當對啊，咁嘛叫朋友仔嘢，東幫仔嘢咯，叫朋友爸爸仔。叫會員嘛？朋友係敦幫嘅嘛，朋友係敦幫嘅嘛。季節啊！誒，你就喂，我只朋友誒，貴別算你咩驚？喂，朋友咪就阿 Grab。我知你朋友借啦，我知你朋友借啦。喂，朋友是叫 Uber 加阿 Grab 咯。我特別。我咪叫人啦。是你朋友是 Grab 卡的士。對 ，Grab 卡嘅的士。特別。三輪車都真係忙啫，三輪車都真係忙啫。我這是我 Snapchat 啦，浪對我 Snapchat 看我條浪哦。你 Snapchat 是超冇嘢啊！誒，等佢我借咗碰機。誒，Bruce 會曉食邊樣嘅食冇？伊會曉食咖喱、牛奶那款嘅物件。伊應該係好，伊會打閒食熱嘅物件，伊媽呢？伊媽會打閒食熱嘅物件無？伊媽會打閒，特別伊較夠食熱過伊媽。伊比較對我食嘅數，伊食熱，你知哦？伊無暑假，伊暑假物件bold 嘅，所以 flavor 真正 bold 嘅都較加，伊較暑假食。但是講食人食成個往時，咱食甜湯啊，咧清清的冬瓜湯啦，無咩味嘅，伊無係咪暑假食？哈，伊暑假真正成個伊真正暑假食啊，個另外食。米udang，哈，係咩嘢？米udang，係咪udang啊？米udang，哦，米udang係咩？福建米啊？係，冇唔識福建米。米udang就是米udang，米udang係咩嚟？雲南啊？雲南米udang，伊講嘅是雲南米udang是哦。我唔知，啊，再係咩味sauce係咩？會米啦，特別伊只比較話米嘅，伊當然只小隻上面，伊當然是小，伊唔捌食過，特別看，我你看完看 video 就這呢，伊只是個只啊多米，伊要食雲吞米，伊講看咗我成個就好啦，嚇。我看真係隻阿莫人啊，暑假食多米嘅，比較可能是大แล้วก็鹹嘅，伊人。也掉暑假食啦。伊講伊看，伊只比較話米，伊講特別伊看到伊米啊，個本咧木絲啊，伊食個食較 Q， 較 Q， 較 Q。So 我去你去金寶馬拉巴嘅角頭กับ Penang Road，
我唔知咁巴拉上面到嚟。冇要當對邊，冇要當對邊。巴拉巴拉巴拉係咪？冇要當對邊。Penang Road 啦 ，Look Kia Road Penang Road 嚇，Penang Road ที่ลูกกวยซิตี้เตลสิ哦，誒，我ซิตี้เตล啊，阿啷我學得我ซิตี้เตล ซิตี้เตลลูกกวยซิลูกขี่กวยซิตี้เตล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เจ้าชูเป็น嘅路就是係你格頭แล้ว咯，佢เป็น有獨มี嘛？喂，意思我係你 audience 係邊啊？貴 audience。哦，係邊時叫金寶馬拉巴？你馬達了邊啊？嚇，係你路是金寶馬拉巴咯。哦。我冇。巴拉巴拉。你家己嘅所在都唔知啊。我未記啊，我有啲未記，我頭一條我無換車，然後第二條。我無換車，啊第三條我個無換車，所以我唔知路邊嘅。唔是換車啦，就在路，你冇搭架搭車去落坡。唔，喲我驚咯，喲我就搭架車，我車浪者，我就企咁大頂面去啊，嘣！你半大，我搭架搭車啲自己。我驚我未啊，我驚啊！哦，我把搭架車一到就是去迄個Heritage Site 嘅時，我不睡個搭架車啦，然後去，我俾貴橋貴去迄個聖誕橋啊邊個，驚死我嘅車。我知啊，聖誕橋啊，我唔知啊，聖橋啊，橋啊，聖誕橋是 Beach Street， 唔知係咩橋，伊頭前有一間暗嘅，聖照橋啊，我應該是聖照橋啊，哦橋，依橋唔是公司，依橋是Wellkey 咯，嚇橋，我搭曬搭條嘛有硬鋼橋嘅，你人去唔是聖誕橋嚟咩？人去嘅。咱去啊，咱是照橋，西照橋呀。不，咱去是聖誕呢。嚇，咱去是聖誕呢。冇白跑。聖照嘅本有物件食，真正濟物件食。我要去咯，我要去啊！我要帶人去，特別係我要想去坐 ferry 過去。啊，坐 ferry 真正爽，坐 ferry 對來較爽，因為你會看到伊個坡。啊，看到伊愛，即海啊，即海跨坡，真正水。你要帶人去別人 hill 無？袂。啊，伊個火車，伊人去修理啊。啊，好啊袂，但是佢只做掉個。唔知。未好過。我當然冚掉啊，當然冚掉。哎呦，死人鬼，啊未好，人要做個偌久。喂，不要緊，好樣做好，我嘅去，冇看到連落來。嘅 website。我去 website 嘅。對面黑字。啊你成吉山是應該是丁年12個月時朋友出來帶朋友去行，然後 after 佢又去冚咧，唔知肉菇應該是愛幫你咁寫啩。我知是我去嘅是一冚啦。我應該是幫你咁寫咯。我咪去嘅是dinosaur嘅面咯，dinosaur。菜大家嚟試我咪去。係咪 dinosaur？你咁大啊？3D 嘅咁大，咁大。我今晚看你物件 ，please。曱甴過樓嘅嘛，伊同佢踢下去啊嘛，了攞個愛去個50幾樓去60幾樓，伊有看到下啲 Rambo 嘅嘛，會看到真正team，了看到邊靚嘅阿妹 view 啊。喂，一個 My God 嘅價錢加 non-Malaysian 價錢半嘅。嚇有。when 你買單時，我會使去買互伊人我咧免買。袂使，伊人貴咧看啲物件啊，你若是要買價較便宜，互伊人呢是較貴啊，真正貴。對，伊去百多塊番啊，百多塊番咧，你若講是有 IC 是唔知切幾啊69，然後呢，你若講是無買價咧較貴。不 ，OK，so 啦，我去買時，我就會，let's say 我一人去買單咧，我就俾佢講，要 check 伊單。你若是買3條嘅單，伊人拖3條嘅 IC。哦 ，IC 對。阿轉路過唔係你先 IC 咩？阿轉你朋友借到嘅，阿轉你朋友借會使做。係咪嘅？嚇？冇 surrender 我冇 surrender，please 慢講。免 surrender。阿轉免 surrender。喂，我冇錄緊 renew，你係咪 surrender？我冇去 update。阿轉，
啊，等應該講一句。哈哈哈！有 Too much information. Too much information. แล้วแบบที่มันอย่าว่าไอซีกี่ละอะไรล่ะว่าผลไอซีว่าบัลลูก renew เนี่ยว่าไอซีก็ valid ก็真正บัลลูก renew เนี่ยว่าไอซี潮我潮กัน咧ยัง講我去做如果一早對就我去玩啊嘛เดี๋ยวว่า朋友都好我 meet 我朋友講我必去 pick up 我 IC 我講坐我去我必去 renew 我 IC because 我 IC address 唔對嘛唔是我同點先 address 所以我去換 IC 咯真正影咧我就去啦嗬我潮啊I think 我是上一節還是隔日 next day 啊 no that afternoon 我對去上一節我對去 pick up 了 so Apple 嘅嘢咧我早去做 Apple 就嘅了so 我 before lunch 時我去做แล้ว我是潮我 because 我隔日就我講埋講誒冇 glamour 啦咁吧你一個好潮咋？你一個叫我潮，因為潮我成日看到拍拖嘅潮，我潮嬌看到咯。你有去 pick up 定件事，人講哇，你個 son you handsome 啊，佢講。對啊，你那時要做 passport 未使，你看咧，伊講伊叫你免潮嘅啊。哦。แล้ว你特別偷你嘅目鏡啊。偷我目鏡，我目鏡。哎呀，你 passport 你 camera 丟你邊整呢啊？堅堅啊！你唔係話堅啊！你別使，你都別使潮，別使潮，好咧，好咧，快lui去去。哦，อันนั้น咧？冇啦，你佢就俾冚啦，哦，就俾冚，嚇，แล้ว你就俾偷luiบักเนี่ย嗱我當我做 passport 時候已經喺外邊，嚇，就俾做成個柒啊呢。我 passport 你邊，我而家家己看本線啊。我又唔會話你愛買看，愛買貴我免看啊，耍啦，安怎日本時你擺看我免看過先。我不愛試，我不知那時我有機會對馬來西亞嘅時候拄到我嚇，我好你看我愛試小英，攏搞妹我愛試。because 我對處時特別我係。你 Snapchat 啊？我 Snapchat 啊嘛，但係時我把你睇 IC 時，我咪是 Snapchat 咯。24 hour 呢我都冇看到。是咯，特別特一對。Ini tataji talang. Tiap-tiap hari pun ada perihal baru. Perihal baru. Okay, 電車講嘅係定義可能。該負咯，所以希望嚇。點正價叫咧？我真係特別你咪是點正確嘅。愛個八咩 L 咧？但冇插啊，當 game internet 快啊，人有 Unify 啊，我冇插個50 megabyte 冇插啊。OK， 當 game 我被ทำ大啊，所以咁即係咩 topic？ 電車，所以你講掛咗咩 topic 都未見啦。禮拜都嚟收聽了一記條，加工嚟啊。Hello， 加工。讓一記條即係。收聽禮拜甲幾個禮拜特別giveaway 啊！我特別甲人講 ，maybe 人冇咩人知過 about 伊個 show release 過，就是講邊咧學嘅誒不，即出戲叫做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in English， 或是邊咧學嘅就叫做海見線路啦嚇。海見線路是即個人叫海見線路是 actually 是 Victoria Street 啊，是哦。Victoria Street 叫做海見線路。Then 伊即出戲呢是頭一出 feature film 用邊咧學嘅講嘅幾出戲嘅了。然後咱嘅阿龍冇參加伊個 involve 就係自揾嘛阿龍。你成日講你 capacity 哦嚟陪淡薄呢？你做我伊人裏邊講嘅話是啊係咯。嚇。了。特別唔是隔了話寫啦，我夾導演白白上出來嘅。伊 script 是本身是阿毛嘅 ，script 是 English 嘅。哦，所以伊家己寫是寫 in English 了。伊幾篇 English 出來了，我幾本變做福建話語嘅。哦，了，伊講邵長軒本未來我係 show 啊，人變咧福建，所以咱請邵長軒起來是咱會使問伊較假個，希望伊樣會來啦，當佢往啲安排掉。then 如伊家己講福建話 OK 哦。住邵兆軒咯。
所以當時伊是阿摩切，所以伊講嘅澳洲就阿摩字。英國掉。伊甲咱講話是像嘅，伊唔是阿摩西嚟，所以伊是本是檳榔嘅腔，甲咱講話像嘅。特別伊唔係定人字，伊有參加隻阿摩字咯，然後普通嘅檳榔人啦。成個人有人字，咱小未起，阿摩神就講嘅咧啊。啊，特別伊知嘅字就濟咯 ，actually。佢老字啊，伊會寫個大淡薄嘛，所以伊曉咪甲比人濟咯。好，我是希望伊來。佢裏邊有一半嘅人，唔是別人嘅人嚟。我知嘅。嗱，所以特別講，用嘅學嘅話是硬硬背出來嘅。教人出來啦，所以特別好。我講條，所以我學有幾耐機會。頭一個機會咧，就是你彈下你 free 嘅啦，單嚇，你會使去看你 free 嘅戲，去看人KL 嗰邊嘅位。了，你嘅一個條件咧，就是你去看咧時，我是希望我係絕對嚟甲我講，你看咧係一個禮拜啊，你 weekend 嘅時候，我哋慢慢對落一出事，係是學人講 share 人嘅 experience，人看咧是會講佢告訴嘅。所以人到時是個幾個禮拜先嚟知，係咪嘅？睇到咯。咁咪搬download 就咩？有睇download咯，未有睇download啦，去睇看啦，咪download咪出過去。特別阿 John 啊，韓國啊，阿 John，我知，但係特別是冇睇看咯。特別我特別我看，特別希望一百位 release 本啊 ，hopefully 可以 distribute 到嚟。我冇啲英國啦，我知啦。誒未講咧，我because ยัง try to。I think young try to because 伊個戲啊，伊個 subject 真係 it's quite deep 㗎 mature 嘅 subject 啊，伊唔是成日講小人很有講啊耍人很做小人很啊，所以伊個 story 啦，伊個故事咧是冇插入以後聽學嘅話，比較聽學嘅冇俾 follow 嘅 story，and then 佢就 beautifully shot 咧，所以有可能未 hopefully distribute 期間會咯。Then 我每看攞 iTunes 就 distribute 不是擺，佢就要睇看。我特別我看啦，因為我冇看，我們咧講到這個戲嘛。嚇 ？Netflix 啊，唔係我每看被 distribute 到 Netflix 唔知個啦，到時間看咯。當今呢成講戲大，成咧戲大被出是5月4號出咯。So before 5月4號時，有 special screening 嘅時咧，讓有10條段10條啦，檳榔10條，新加坡吉隆坡10條，了我靠時間幾個禮拜所以講清楚，可能聽安怎會可能去看到這戲。慢慢下手快咧，就下手成體彈下啲段 ，OK， 所以我就俾再聽，特啲單調。我希望咱大吉隆坡人啊，成日咧老椒豆嘅啊，或者薄掉等就出來是看咩去定，對彈呢段。我拿單調，都單調嚇。我拿單調話都，好，咁即係我 M 調話都係。But not sure if you can hear me。哎，on 呢路，只 can 個只 can。on 了。你是裝？聽到啊？幾毛錢？幾毛錢？你到得啦喂？哦，你到底？喂，我冇看到你誒，你到底 Skype 會啊？Skype。Oh, I thought Skype 冇看到獨立頭呢，冇看到你誒。是咩？奇怪。是我瞄掉獨立頭去的，都好低獨立頭，獨立頭都個掉獨立頭。唔係，伊冇看到伊瞄掉啊。有啲。有啲嗎？即我冇看到內人誒，你 check 誒。但係你可以幾毛錢還你。แล้ว所以我聽到看到伊個 trailer movie trailer 吧，你邊樣嘅戲 ？You mean the world？ 特別 quick check 啊，OK， 你對對了，邊樣學嘅你哋知道 ，because 我有隻 special 嘅 giveaway on 邊樣學嘅 for 這個 movie 嘅，所以我一記聽當我看這 Bukit Bendera 嘅Pulau Pinang 嘅 online 段 ，My God， 你是做這類。但係你講，按照你講，伊砍特別伊個 online ticket 個有誒，等我看。My God，係咪嘅？哦 ，My God 10 call，senior citizen 5 call，แล้ว
student 15塊，冇5塊 ，student 5塊。Fast lane 15塊，what is fast lane？Fast lane 係咩 ？Fast lane 咧，fast lane 咧是講路面嘅人排隊，路面咧路是邊啊？冇得靠住。我嗌。班嘅咧本身是普通嘅，路面普通嘅好啦。嚇，我普通。嗰啲聲真係歹聽咯。係啦。有嘢唔係，就是講話。冇會怪鼻酸嘅數，30塊咯。哦，那是講你會 fast lane 你是60塊。哇！買卡30塊。OK， 我寫就冇話買卡。OK， then 特別正個冇寫講伊 train closing 入面是開到對一下。我去伊Bukit Bendera 嘅 ticket 嘅 site， 伊都冇講伊冚。Photo Penang Hill， Israel 冇話冇講伊冚喎。Ticket and train， 該辦呀，我哋而家 server 到啲 Malaysia 嘅數 ，promotion 3塊呢喎，唔係啊，我哋3塊是阿妹姐，我貴嘅嚇，尋貴嘅，我哋阿妹姐阿妹貴一點都借3塊。哦 ，OK， 冚大啊，感謝各位聽眾聽這禮拜我特別嘅邊呢，就是查某。冇，嗰邊冇呀拎啊！你冇講到新加坡嘅。哦，新加坡啊。新加坡嘅 transportation，public transportation， 你有坐哦？我就係咁坐啊，新加坡嘅 MRT 啊。OK 啦，你話實關事啦。關事啊！你咁麼花車還是坐電車？坐電車較方便。嗰邊白車嗬？免白車，免。你行路嗰邊背哦。哇！我講啊，卡係變3年去，卡變3年，有卡。你行卡個大機唔是咩？古早因為都 KL 為做工，我大家愛買車嘅啫喲。冇法。冇方便啊！最近呢有少時啊，我到 KL 我厝我迄個我公司入邊啊，跟啊15分鐘嚟到啫喲，有陣時啊。你過咗8點啊，搭車搭到1點鐘嘅仔哦。喲，得見你，一看到個教未掉嘅車。咁我啦 KL 嘅 area、BJ area， 你話是 after 5咧，就是搭車咯，搭到8點剛剛轉到厝嘅。你講，你講話咧 ，BJ area 同 KL area。我冇驚搭車，我只係驚是冇北京。我冇驚搭車 ，OK， 較早出門呀嘛。較早出門了，你經佢哋時間大名，我哋驚是自己比較冇北京喎。冇北京冇法咧哦，還是你唔贊助做啊？你車，你希望你車誒，節少少起來你等。怪別所以講。變靚啲伊是開得對啊，開得對啊 ，OK。伊個剛好冚家19，伊個19號就開啊。OK，所以開得對啦 ，OK 冇問題 ，OK。伊是安尼是你有看到啊？係咪斷掉？斷，你斷伊是冇看到。OK，感謝。OK，感謝。Then hopefully 我當然是冇冚啦。Then OK。是有咯，嗰隻嚇。問係咪真係要冚啊？水咗路。即是有啦，你去看應該是啦。好。我哋特別嘅邊呢就是Buaya Link 阿韓。嚇。你到 MRT 那邊有看到奇怪嘅人哦。有。這邊就濟哦，這邊我 cosplay 就濟哦。安怎奇怪先 ？cosplay 啊，有咯，你 cosplay 啊 ，Mario 情貴數 Mario 嘅啊。尤其是 Disney 啊，樣嘅 Disneyland 哦，樣 Disney 邊間哦，馬家查某囝穿 cosplay 嘅咯。我出面啊！本有哦，馬家查某囝哦。你Buaya Link 快啲。我早時我早起，因為我坐 MRT 過去公司嘛，6點安尼喺度開了誒。然後我看到一條番仔，伊到那邊換褲啫哦。討厭褲我看到啲褲咯，我唔知點做。
教課咧話嘅課，我意思實在，意思係講 homeless 係什麼實在一啲，我有即係講華山可能。啊，正喺度華山。誒，呢條情地課嘛，比較緊嘛。地課唔成。你無跳 pole dance 咪會有啦。無跳 pole dance。那會冷啲裏邊自跳 pole dance 嘛？嗰陣有人哦，翕到條件啊，唔知讀寫我呢，到那邊 MRT 啊，也 handphone 掛 porn movie 啫。哇啦！個 connection 咯，個 connection。所謂你實會咧是賣物件嘅。哦。有人賣物件，有 uncle auntie 啊，我看過。一拖得幾 bag 嘅物件，像一個垃圾拖起來了。一件點寫咧，一度成個路得個包先。但係我是後面所在嚟嘅，我當佢出嚟是後面物件，係啦，即係你廣告費咧是3000塊，我哋會1000塊呢。嗱，希望大家白白支較濟支持我隻係啦，幫下手隻係咁事啊，係啦，一度嘅 sample，特別咧借條嘅 passenger 咧，一度嘅 sample 係啲路嘅把下位，一度啲件咯。你叫玫瑰路嘛，攞我玫瑰路嘛，是唔是？我講即係冷。你買咩話咧？嗬，你就買叮當咯，你買叮當咯，一件就做咧嗬。到對嚟嘅。上邊嘅 coach 嘛，一件就嚟繞嘛，到對於你冇叮當嘅話咧，你就少到對咯。哦，你就少到叮當掉咧？你冇，我意思是講，你冇愛買話，你嘛變做關係。你使看咧，下到對。哦，I see。所以本是上愛只上線浪冇啦，實講我就係只把搏嘅嚟。係啦，我講所有就係講數講本嚟，因啊嗬，係啦，個有人拍廣告嘅啫，因拍廣告時因自己 print 自己 poster，寫點樣嚟啦，點樣嚟 leaflet 啦，係啦，一 print 咧嗬，係啦，一隻接 train 咯，打你唔會打啲件，打啲咯，係啦，幾無辜咧嗬，係你 contact 燒掉。係你 information 呢？講誒，有人去打面嘅咯，攞嚟講到這邊就講 DL 咯，車一令嘅規站咪咁樣，嘅路落嘅路站係啦，有做 contact 唔是 contact 啦，做工嘅人啦，係你 station 做工啦，就叫啲佢嚟俾，佢哋啲每邊接電嘅聽咯嘅咯，我哋一定嘅，呢個就諗，我那聽咧啦，我嘅冇誒，佢做一個前頭 uniform 就嚟，聽嘅啦，係咯。個有咧是特別咧嗬，廣告樣，你可能就樣真奇怪嘅廣告時可能佢就係講樣當佢咩 president 樣 impeachment 嘛，就叫記者嘛，所以樣大 poster 講 president 物件，所以冇人記喺度，冇貼喺度。I think 樣不是入面下，就是講有特步，靠接嚟嘅物照啊，都有啲物件是樣冇足關嘅。แล้ว個有一個物件就是樣，我頭先咪講嘅物件咧，打下你廣告了。個有一個賣物件嘅打廣告，係了個有就是我整兩個禮拜整拜四暗暝，有一個人喺 train 裏邊拗，喲，唔知啊，拗面有意拗，喲，轉條路，未走去咗，但係人是看睇拗嘅咯，你冇轉條人啊，你冇轉條人，一個一個人拗。意思跑去那邊 back 就拗啲頭拗條嘴，都係解了。或者講念條嘴，念朝係個講是拜四阿妹咧念朝嘴咗，一個拜個是Thank God it's Friday 嘛，所以咁樣放緊咯。一套嘅，特別拜四阿妹咧是俾 stress 嘅自己嚟，拜四啲，都拜四阿妹有請一人去啉酒嘅啫，所以上次兩個啉咧啊，特別是拜四阿妹啦，平常時冇嘅，拜四阿妹較濟，因為啉酒住咧，借啲 train 拖卡位啊，然後一個 train 是去到阿半暝1點嘛，你話12:49啲 train 啲行條是裏邊真少人咧，12:49嗰陣時咧，一隻停 station 咧，或者有人困啲多頂，困啲舊衣位啊，或者困啲大家，一定要自己 train 裏面去拖出嚟咯。而且就係講，我是講冇拖咗出嚟嘅話咧，到1點鐘 come station 咧，就路掉喺裏邊過。而且路伊未清咧嘛，一定拖住佢咯，係咯，馬打到住嚟更樣走咯。關事啊，大禮拜乜呢嚇？大禮拜冇事嚇你，關事嘅。好啦，好，小蛋啦，當今差唔多點正50分鐘啊，嗱小蛋，未可能我另外一個話題個，我未記你話題係咩啊？
特別攞別使，咁樣就差唔多住咱舊講哦，臭硬臭喎，臭硬臭喎，哇！人嘅硬，人嘅冇嚟講。唔係，我係聽你嘅故事，今次我係聽唱笑聽下禮拜仔嘅，即係禮拜我係特別嘅邊度是黃日玲啦、阿涵啦、個有校長啊、阿龍啦、個豆嘅啦、個南西啊、個英國長啊、個布吉羅官啦、個加個冇講話、個貴別孫，แล้ว個有蘑菇咁樣走起來就แล้ว個有大粒頭咯，個有芥末青。拜拜。OK， 拜拜。Skype 俾咱們走，拜拜。你很裝哈？哦 ，OK， 唔要緊。等陣，頂住禮拜要看 episode， 若是你 miss 頂住禮拜 episode 就頂陣，咧就邊 subscribe 就是我做很點是讓他來聽啦，即係一啲人未 dish 是在這裡。拜。謝謝。